午时分，走进范阿嬷的客家面店，80岁老人家正忙进忙出，收拾客人留下的汤碗，不假手他人。以前我是养过老的做啊，后来我老公过世以后就给他年轻的做啊。我是来插花的了。你是来插花？笑说自己退居第2线，一说起面店的招牌客家味，阿嬷的眼神却又立刻闪闪发亮。这一锅就是你的秘密武器了哈。对呀、啊，油葱酥，客家油葱酥。对呀、啊，你炒的刚刚好，客家味做出来东西，大家吃的口味都会介意啦，都会介意，都会很喜欢啦。现在什么人都吃啊，外省人、美国人都吃哦。骄傲地说着，华侨回国值班来吃面，许多客人的忠诚度从40多年前延续到今天。看着每张被喂饱的脸，就是阿嬷最大的满足。我吃饱了，客家话要怎么说？爱吃饱了，那个苗栗说爱吃饱嘞。哦，苗栗是这样子。爱吃饱嘞，爱吃饱嘞。靠着客家面店拉拔9个女儿，养育4代人，如今阿嬷晋升为阿祖，店面交给女儿掌管，要让客家好味道继续传递下去。爱吃饱嘞，爱吃饱嘞。